小弟覺得今次民建聯所做嘅有關全民普選霸佔中環嘅調查有所偏頗，原因就是因為由民建聯單一而不是聯合香港大學，又不是聯合科技大學，又不是聯合所有專業公司，再加上疑點與利益歸於原告與被告之下，有所偏袒。何況民建聯過去嘅形象呢，極之負面，在市民眼中偏幫大財團。我相信，我請問大家，全香港市民是否記憶猶新？當年或者在當時，民建聯在香港電應該話係對上一個禮拜，民建聯在香港電台親歷目睹香港愛港力量人士，當時他們坐在民建聯前排，沒有阻止一些愛港力量人士，而反而支持他們騷擾在台發言嘅專業人士。而當時嘅節目就是城市論壇，小弟當年並身在其中，所以小弟現在希望全香港市民就是不要盡信民建聯的偏頗調查。本人認為，全香港嘅專業界別，不論政黨什麼調查公司都好，應該作一個客觀嘅科學數據分析，調查全香港市民對於霸佔中環、支持全民普選嘅意願嘅數據分析，要客觀準確，不可以偏袒任何政黨，不可以偏袒任何一間公司，更加不可以偏袒任何一個政治信念團隊。咁這樣嘅調查先客觀標準。多謝各位。